另外是 copy URL， YouTube 打起来，过来是线顶试读。好，你会当去点迄个试读的网链吼。好，哇，真热，我规身躯汗。咱今仔日继续看万能金药吼前几工结论啦吼，可能今仔日来因无毋知影，就是讲我决定讲后礼拜开始吼，固定读一本书就好，甲一本书读煞，再搁读另外一本，安尼较好读啦吼，毋是讲较好读，应该讲较有法度，规个内容会当规章读落吼，较袂安尼只读甲哩啦啦吼，长去吼，都随袂记啊吼。所以呢，后礼拜咱明仔载会读迄个焦哥斯烂谈迄本科幻小说吼，科幻小说内容敢若无讲介长啦吼，所以应该诚紧就会当读煞。读煞了后呢，要读量子力学迄个入门的迄本书，希望迄本书咱紧读好了吼，因为咱读量子力学的即个是要做基础来读即本书《万能金药》。我认为讲你若对量子力学吼有一个概念吼，来读即个万能金药会当得到会当搁较侪啦吼，或者是讲你会当了解搁较侪吼。好，所以咱今仔日读煞，可能就是后一回过来煞接来读，可能已经是无定是半年后，或者是七八个月、10个月以后代志啊吼。好，来，咱继续看，顶回看到前言吼，就是即马你看即个网链顶头即本书的前言啊，有可能是本来就是我毋知是毋是英文版都有啊吼。好，顶回看到遮讲，大概是讲咱每一个人吼，可能拢无共吼，有的人有人会当诚辛苦就成功，有的人却爱足辛苦的吼，才会当得到成功，甚至有人足辛苦嘛，啥物拢得袂到吼。所以这什么这无共是差，即款差别到底是决定伫啥物物件吼？是毋是生理上所造成的？就是讲迄种物质上、生理上，你每一个人就是主要是2点吼，生理上甲一个心理上的吼，有形甲无形的吼。所以成功是毋是固定是因为即个人生理上伊有较特殊，伊有特别的条件，还是啥物会造成？比如讲即个人较勇、较老、较啥、较水哈，是毋是一定是即寡生理构造吼造成差异，造成讲每一个人逐个人伊就成功还是袂成功，伊所行的路是毋是含伊的即个外面的即外表有关系吼，含伊的体格有关系？还是讲伊是含你的心智，就是你心内你想啥物有关系吼？你认为讲对一项较有关系吼？是对一项决定即个人会成功啊，袂成功？是有形的身体、生理构造造成，还是无形的心智、精神、心态、想法吼？好，咱继续看吼。即2、3、第3应该说
要看这第4段哈。当咱彻底理解思想的创造力哈，思想吼，伊讲思想有创造力哈。这个创造力吼，比你所想的更加侪吼，毋是干那讲迄个 create，创造力就是 creative 啦，毋是迄种形容词尔吼。创造力是真正有甲物件做出来吼，就是甲无的一样物件做出一样，比如讲做出一只车，做出起出一间厝，这种力量吼。当咱彻底去理解思想有这种甲无变做有的能力吼，必将为伊的成效赞叹不已吼。就是当咱理解讲，原来思想，原来你的心内的思考，有法度甲无的变成做有的吼，你一定会感觉哇，真正是赞叹吼。但是呢，若袂当妥当适切吼，或者是困勉，并且真专注来活用这种力量，就无法度来得到头前所讲的迄种成果。你将会发现，掌管心智甲精神世界的法则和物质世界相像，吼是真勇、真坚固、真可靠的吼。就是你会发现吼，虽然心智精神世界这是无形的看袂到，但是呢，掌管这个世界的法则，其实和物质世界相款吼。是有伊的这种固定的理路啦吼，所以相款迄个理路是相款是真固定的吼，真可靠的，毋是你所认为讲啊，这是摸袂着、品袂着、看袂着，所以呢，不可捉摸吼，无法度通去理解哈，毋是吼。因此呢，咱若想要获取梦寐以求的结果吼。咱来看一下梦寐以求台语是要安怎讲吼？主要是这个魅力哈。第8，当然一开始是查汉字的读法啦吼。梦，好，这个要安怎读？两个音，一个是鼻，一个是咪吼。小微一个吼，就是即个微啦，就对即个微啊，目睭微微，亲像爱困吼，亲像爱困所微的款式，这是微吼，或者是微吼，是倒在困吼，昏迷吼，鱼的名休困吼，度假坐，度假坐就是打瞌睡啦吼。阮毋是讲度假，阮是安怎讲？我一时想袂起来。度孤啦，我讲度孤啦。OK， 叫做微吼，第7条的微，或者是拄则讲目睭微吼，目睭微的微吼。OK， 所以呢，好读微吼，梦寐以求嘛吼。梦寐以求的结果，好，咱若想要获取梦寐以求的结果，我虽然我翻译直接安尼翻，我毋是鼓励大家去用这种讲法来讲啦吼。这是不得已，因为直接要就汉字直接翻啦吼。你平常时讲话嘛袂安尼讲吼，所以你若要写白话文的时阵吼，无应该安尼写吼。你若想要得取吼，做梦就想要得到的这种结果，爱明了各种的法则，并且遵循渐进实践，确实有伊的必要吼。就是讲，咱拄则讲的迄个无形世界，掌握无形世界的迄个法则吼，你若想要明了即个法则吼，并且顺序渐进来实践
毋是，你若想要得到你梦中所想要得到的迄种结果啦，吼，不管是你要好囝，你要健康，你要娶水某，吼，还是你要环游世界，吼，你要诚做，你要成功，你要发达，吼，不管你要做，你要要求，你要想要爱什么好的结果啦，吼，当然你袂希望讲我你着病着癌破产的，迄个吼欠效，你绝对无可能希望讲这嘛，吼。你所希望要得到的好的结果，你若想要得到即寡结果，爱安怎呢？你着爱明了即个法则，并且遵循渐进来实践，吼，这是有必要的。因为当你来谨守，吼，就是你谨守，吼，谨守即个法则，谨守法则，始终如一，就会当准确来得到你所想要爱得的成果，吼。一旦彻底领悟，一旦你彻底来领悟，力量是源自于你自身，你就会知影讲你家己的脑波吼想力，不过是因为一向以来你拢惯势依赖外界的帮衬吼，就是好，咱继续看啊，等下解释吼，从此你会毫不犹豫吼，你袂完全袂丢除吼。你会转转坚守你自身的思想，随来矫正错误，吼，举头吼，挺胸要哪讲？抬头挺胸啦，吼，转守为攻，吼，转守为攻，吼，将你创造奇迹，吼，创造奇迹，吼，新迹啦，吼，奇迹啦，吼。好，这段，咱先甲一寡台语先用个清楚，毫不犹豫吼，完全无丢除吼，查一下这个丢除，踌躇啦，其实丢除应该是毋是犹豫 ，T I U 丢，丢是丢。丢除一切，所以第一条吼，我煞袂记个应该本条是啥？一切丢除丢是第一切的第一条吼 ，T I U 丢除 T U 第五条吼。哟，无即个数啊。好，我用读。头前放我要卡，伊是所以我对他拍呢吼，伊是写丢除吼，第一头前迄题是第五条，我写做第一条，所以知无吼？丢除犹豫不决吼，犹豫不决叫做丢除吼，江音叫做丢题啦吼，但是我毋捌听过啦吼，我听转音较侪吼，丢除就是犹豫不决吼。当然，你汉语你会使写踌躇吼，吼，毋是犹豫啦吼，是踌躇吼。啊，你若犹豫要安怎读？犹豫。好，后来查一下犹豫要安怎读？第五条，因为我应该用汉语吼，犹豫，汉语犹读犹嘛吼，犹太人迄个犹嘛，豫呢，豫就有比迄个有嘛吼，
这个有就是有比迄个有吼共一字啦吼。你若所以音嘛是相像吼，有吼有比的有吼，有吼。有就是处事必办吼，都讲准备迄个备嘛，必办吼。先拍算，就叫做有预定嘛，预计嘛吼。好，有吼啊，其实台语我毋捌听过有啦吼，丢读捌听过啦吼，有毋捌听过吼。啊，毋是讲你拢袂使吼，是拢会使。其实这拢是文言音啦吼，这拢是毋是平常时讲白话的吼，会讲的词吼。OK， 过来后一个是矫正错误吼，这个矫正错误，咱来看卖，矫正的矫。矫正的矫读做矫吼，所以或者是矫吼，矫就是矫开迄个矫，同意思啦吼。伊嘛是有矫起、矫开的意思吼。矫，但是矫是我看嘛，矫强、野起吼，正直。好啦，咱读矫啦吼，矫正吼。我看大理大书店有收。矫正无矫呢？有收矫吼，音就读矫吼。伊收的词是矫风，矫风什么意思？矫正风气叫做矫风吼，矫风会，这是日本时代可能阁有这种叫做矫风会啦吼，矫正风气的会吼，尤其是日本时代可能特别这种组织吼，因为吼西那人太低落的啦吼，西那人的文化甲西那人的习惯吼，拢太低落的吼，所以日本人就甲你矫正吼，就甲你开一堆，甲你组织一大堆吼矫风会吼，比如讲叫你放骹吼，莫绑骹，叫你剪头毛吼，叫你长发吼，长发放骹吼，这嘛有会哦吼，嘛有一个组织吼，专门咧宣扬这个吼，啊。一堆啦吼，好，矫强，拄则迄个早监理店嘛有矫强，强就免强迄个强吼，矫强就是傲慢、硬硬强，你看啦读啊吼，硬强，好，矫强的人就是呐，固执的人啦吼，傲慢的人啦吼。应该无应该讲固执，应该讲傲慢，应该讲傲慢嘛吼，傲慢的人叫做矫强的人吼。我是毋捌听人安尼讲啦吼，矫正吼。另外我再查一个啊，拄则犹豫甲丢度这两个，丢度当然有啦吼，拄则已经伫大理大书店有看到。即我查是犹豫这两字吼。哎呦，有呢，有吼，大理大书店有收有吼，有收丢读嘛，有收有吼，吼有就是犹豫不决嘛，犹豫不决吼，拄则丢读嘛是犹豫不决嘛，哈，犹豫不决吼。哦，还有啥物呢？好，抬头挺胸，哈哈，挺当然是挺吧。挺胸啊，挺哈挺就是背起拔出来了，
背起引出吼，直直踢，直直直直踢，直直踢是啥物意思？挺直直踢，宽容吼，器械机械啦，器械啦吼，机械迄个器械，停气吼，停升，停升佫是啥物意思啊？挺先吼，所以停升吼，抬头挺胸，你若要直接念，就是抬是抬，读做抬吧。第四吼，抬会当读做牙，这是白话音吼。更吼，这种白话音，开句就是高官的意思吼。呆吼，抬就是鼓起，更呢更物件吼，牙地吼，所以抬起就是抬起来吼。第一条啦吼，我毋知吼，想讲这每一个台湾边啊，这个字拢读做抬吼，毋是读做胎吼，就是轮胎吼，连裤迄个胎吼。第这个，阮是会讲胎啦，阮讲拖啦，我是讲咧轮胎的胎吼。好，胎，所以呢，抬头挺胸是抬头挺胸，吼，抬头挺胸，有面词啦吼，你直接安尼读绝对无毋对啦吼。抬头挺胸，转酒为公吼，酒我拢惯势读酒啦吼，手啦吼，你要读手嘛是会使啦吼，转酒为公，将你创造奇迹吼。好来，这段我搁来读一遍吼。一旦你彻底领悟力量是源自于你自身，就会知影讲你家己的脑波想力，只是因为你一向以来拢惯势你依赖外界，你甲你帮衬吼，你家己毋用头脑的意思就是安尼啦吼。即句话的意思，你家己想讲你家己脑波想力吼，毋是你脑波想力，是你拢无你用头脑的啦吼，你讲。大家叫你做啥，你做啥吼。上好是你讲一个口令，我做一个动作，安尼拢免想吼。所以你知影讲，你彻底领悟你力量是出伫你自身的时阵，你就毋通干那吼，脑波毋通想了吼，毋通拢爱用脑筋吼。从此你会毫不犹豫吼，转移研究你自身的思想吼，立即矫正错误，抬头挺胸，转酒为公，将你创造奇迹吼。这拢是文言文的一寡词啦吼。讲实在个，除非讲恁各位台语读书读到有一个程度，我都读到遮顺吼。尤其是你有读到一个程度，你才听有啦。无其实安尼读起来，其实足侪人是听无我咧读啥吼。好啦，就是当你了解的时阵，你甲你的错误吼，放一边，你甲你的错误改掉，你以后你就转酒为公啊吼，你行往即个成功的大路去吼。眼前的风光完全无共吼。好。即套最新颖吼，我查一下颖是毋是读做？我莫有袂晓。好，读做颖吼，新颖吼。即套最新颖、最出色的科学语言缔造庞大的进展，可比迄寡熟知影电力法则的人吼，对电有熟的人吼，将会因此来得到科学所带予人类的侪好处。显而用伊吼，显而易见的，就是讲，
未能充分调查并且善用的人，最终会因为败铁心trí，真紧就被抛在后面。这个抛咧，抛是抛远是用这个抛啦，但是咱就查一下抛会当读做趴，读做抛，读做泡，读做泡，所以口读就是抛，抛来抛去，伊是写抛来吧，但是伊是音是偏拍来拍去，就是拍远的拍，拍网、拍钉、拍鱼，拍远、拍机灵、拍机灵，毋知啥物物件我毋知。机是迄个行机迄个机机啦阮讲机啦拍机灵拍钉拍网，这人知嘛抛出去迄个动作抛绣球叫做抛绣球就是拍甲抛拢会使同意思拍甲抛其实嘛是同意思，我看规则嘛是相像迄角好拍甲抛啦所以呢，即只就是讲，因为败铁心trí，你真紧就会被趴伫后壁抛在后面好。我毋知这篇简言是毋是相关是100年前写因为迄当阵对电知影电的人佫足少电是当时就有电火是当时就有大清就是自煦太后迄当阵就有啦光绪皇帝迄当阵就有电OK。但是迄当阵你嘛知影电的人就足少爱讲，你了解即种心理、精神意志的即种发节你好好去运用，就若敢若迄寡知影电的人，因会得到科学所带予人类的好处你比别人较早知影讲你的心智、你的意志有啥物力量，你就会比别人较早来利用即种气力来达成你所要达成的目的，或者是会当成功但是你若无爱充分利用，你就若敢若其他的人你因为你败铁心智性真紧就被拍伫后面真紧就被抛在后面即嘛 AI 嘛即嘛上新的即个地形所以确实是安尼你爱会晓运用 AI AI 网站 ChatGPT 有一堆啦，我其实我用着嘛一种我敢若较上接用 ChatGPT。你好好用 AI， 你会当真正会当减省你足侪工课，或者是讲会当你较早想袂到的代志，你我都通家己靠你家己的两只手都做出来OK， 好啦，这我都无爱讲啊，有机会家己去学啦到底要安怎用伊好，来后一段。当然，心智创造负面条件，就和创造正面条件相像，同款遐尼简单。啥物意思？就是你心智，你若想对好诶，其实免啥物气力迄那个倒顶泥干，比倒顶泥干更较简单你想法一改变，就无讲去对无？你本来透早起床心情无好你若想讲我今仔日去公司领到一份啥物奖金你敢若想到你心情就好起来所以根本就免开啥物气力，你心内所想的，你头壳内所想的，你根本就一时随就会当完全180度的改变
但是相款相像，你若要想对歹，嘛是相像啊，嘛是足紧的吼。你想讲啊，我今仔一定足衰，出门绝对拄着歹代志。你若安尼想，嘛是敢若一秒钟内的代志尔吼。所以才讲，心智要创造负面的条件，就含伊要创造正面条件，相款遐尼简单吼。就是你要想好想歹，拢真简单啊。因此，当咱有意识或者是无意识，伫咧心中你想各种匮乏、各种限制、甲各种无和谐的时阵，就是你无和谐，拍摄是无和谐。你心内去想即种负面的物件的时阵呢，嘛是足紧的，就等于是家己一手你无中生有来。甲即寡负面条件无中生有，甲想出来吼。这就是真侪人伫咧完全无知觉的情形之下，一直咧犯的错误，就是一直咧烦恼这烦恼迄。上歹的人就是这烦恼这烦恼东烦恼西，代志袂成搞，就烦恼东烦恼西。即种人上歹，你边仔若有即种人，其实你离开的吼。莫讲啊！你甲斗相共，斗帮战哦，其实离空的上好啦吼。你无迄个气力去帮战，即种一直想对歹去的人吼。OK， 这段来这段有几啊词咱来学者吼。各种匮乏，什么叫做匮乏？匮乏。我主要是要查即个愧啦吼，愧读做贵吼，就中迄个字嘛吼，贵。其实中迄个读做贵啦吼，但是读第七条贵吼，或者是位吼，两个意思拢相像意思吼，应该佫是一个鼻音一个文音啦吼。对面的器具叫做位吼。或者是对面的图叫做贵吼，贵嘛吼，钱贵、倒贵吼，就是即个贵。你想讲伊含迄个加一个徛目边是共意思嘛？其实就是共一字啦吼。歹势，就是即原理，即个原本就是钱贵、倒贵迄字啦吼。后来佫加一个目字是分别嘛吼，就是要搁分别出来，因为比如讲欠课了尽吼，嘛是即个贵啊，所以伊就加一个目字边来专门指迄个倒贵钱贵吼，啊无目字边的就是欠课了尽，但是呢，欠课了尽即个贵呢，其实伊嘛是有对面的器具的共款的意思吼。好，贵贵吼。位甲贵两字两音拢会使吼，违法违法，迄个应该是读做第八条吧？缺乏的法，法嘛吼，法第八条吼，所以违法或者是规法吼，就是匮乏的读法吼。孔子讲。讲就是读即个文言字的时阵的文言书的读音啦吼，规法、违法吼。但是大理大书典无即个词吼，我查一下即个汉字，即个规字嘛是做字线才有用着尔吼。OK， 看一下时间吼，9:39。当咱有意识无意识伫咧心中，你想各种规法、各种限制、各种无和谐的时阵，吼，你想的就是欠课啦，想的就是限制，想的就是无和谐。啥物？想的就是欠课，讲啊，我害要害我落底也无钱啊，吼。想着讲啊，我若无拄好若破病，身躯这钱无够用，吼。明明你都有一笔钱，你就想讲我若拄着啥物代志，这笔钱无够用吼，就是想即种歹吼，或者是想一寡限制，讲啊，为虾米我
那无佫加了10公分吼，加我拍，加我削拍，还是想啊，我哪会，就是想到就歹嘛，就是限制嘛。明明你著170几公分啊，你又想讲我要180，你著想到不歹，你无想到讲你著含迄150比起来，你足落吼。你敢若想歹，你无去想好，所以你心中想的各种违法、各种规法、各种限制、各种无和谐吼。无和谐就是一寡冲突的代志吼。明明你著健康吼，毋敢讲你足勇的，明明你著无健康，你敢若直直你敢毋咧想讲哦，我若着感要安怎吼？所以你一直咧想这就是家己一手你无中你成有你甲即寡负面条件甲生出来吼。所以这就是真侪人伫咧浑然不觉吼。我今日要知是浑然不觉，就是伫咧一直拢无知觉的即种情形之下，一直咧犯的错误。浑然不觉，浑，好，咱来查一下浑。浑，吼，读做浑，而且读浑，吼，而且是读做浑第7条，读做忽，意思拢相像，吼。最大流的声，吼。落叫做浑吼，嘛得叫做忽，嘛叫做忽，嘛叫做浑吼，落吼，就是浑。啊，所以浑然不觉，就是啥物？啊，落嘛，落你无法度通知觉着嘛，头壳落，目睭前落，声听的嘛落吼，浑然不觉吼，就是即个字的意思吼，用伫遮浑然不觉的意思，就遮就是落啦吼。毋通落吼，你爱活了清醒的吼，你毋通活甲安尼浑然不觉吼，啥物拢看起来普吼，看起来雾吼。好来，后一个小标题是写讲，灵虎富足，端看咱是毋是有认知到，心智是万事万物的创造者。即句是讲，你是毋是会好业啦？吼，你是毋是会富足啦？吼，你是毋是好业？前看就是看咱是毋是认知到下面即个事实吼，等下再讲迄个事实。前看吼，我要查即个端看我们吼，台语讲前看吼，即个讲是安尼讲啦，我从来毋知影即字是安怎写吼，我查看嘛，前看。CHENG 可能是第7条吼 ，CHENG 第7条 KH 我用我有卡好，啥物无呢 ？CHENG 前看第一条 KH 我要卡拄则拍第7条可能毋对。哇，无呢，无前看。但是古早一个整理，太侪词汇，安尼查袂着啦吼。我看若查看，你敢我读 KHOANN 第3条，前 CH 开头，查看。尖看、超看、试看、深
看，触看，照看，我无呢。好，要查呢？我来找台语。当然袂用短看吼，近看就是就看你怎么样吼，或者是短看嘛吼。台语是安尼表达，我知啦，但是历史典要查就学查吼。我想看卖啊，艺术就是用艺术来查，就是端看、近看。好，来我来看鬼色。鬼色，无用端看、近看来查鬼色，拢无。这台语端看。无近看，近就是干净迄个近哦，嘛无。就看，无，近看。哦，好，来，我来查西开头。C 开头，我卡看 KHOANN 第三条。无，我安尼查为什么一大堆啊 ？CHENG 静是第三条、第七条，本条第七条静看，无 ，OK， 好啦，我历史典真正查无哦，就认真去查无，就是讲端看我们是否认知到，就是静看，然后这我是。但是汉字是对一个静，我实在是毋知啊。静看，静看，咱是毋是有认知到 ？OK， 是毋是会当附着？是毋是当会好嘢吼？静看讲，咱是毋是有认知到？端看我们是否认知到？心智是万事万物的创造者吼。你若有认知到，你若有明白到讲。心智才是万事万物的创造者吼，你才会负责吼。这个小飘题是安尼。看有人查无？无人咧查，好 ，OK。我本来想讲有人倒查者，即个静看。静第五条，敢是第五条？我看卖。找台语，
前第5条，我即马变调，咱会杀袂准。看前看后，顾前顾后无。第7条无。大家应拢较早者，拢无啦吼，歹势，拢无。好 ，OK， 来继续讨论吼。我看下时间，剩9分钟。这项法则正如其他所有的法则相像吼，无你问并非贵贱吼，是一视同仁。伊伫命名中运作不息吼，休息的息吼，伫命名中运作不息，而且确保每一个人正过得过，正道得道吼。种卜啊，就生卜啊，吼；种菜瓜就生菜瓜。换一句话来讲，就是你种什么因，你就会得到什么果。我即马就确定，这段应该是这本子英文版当初是出版的时阵的经验吼。OK， 所以这个法则吼，就是你种什么因，你就得到什么果。所以这种思考呢，其实和不教是相像吼，和不教是相通的吼。不教当然讲的是因果，因果是讲每一项代志拢有伊的因缘啦吼。伊拢有头前有因，前因走后面的效果吼。相反，伊即嘛即本书所要教，相反伊讲即个法则就如同其他所有法则相反吼。即个法则是无你问讲你即个人是贫富贵贱吼，就是伊无你问你的出身吼，毋是讲你一定爱好嘢人，你才会好嘢。你一定是你是善良人，你就永远袂好嘢吼，毋是安尼吼。你是巧人，你就永远是巧，或者是讲贫富贵贱嘛吼。贵就是你领导是啥物某物大官吼，后代吼。你就一定是会贵，还是讲一定会你领导，因为领导是出身足歹吼，你就一定贱吼。毋是即种法则一视同仁吼，不问贫富贵贱吼。即个法则呢，伫命名中你运作不息吼，就是一直咧运作，这是一个自然法则吼。确保每一个人拢会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伊就是讲，即个法则一定会确保每一个人你种什么因，就会得什么果啦吼。因此，是毋是会当富足，就是前看讲咱是毋是会当正确来认知着富足的法则，也取决伫讲咱是毋是有明了心智，毋那是创造者利益，心智更加是所有人的唯一的创造者，就是。你毋若爱认吧，讲心智吼有创造力吼，伊毋若是创造者，其实伊嘛是每一个人唯一的创造者吼。就是除了心智，你无其他的物件通好来创造物件啦吼。除了用头脑啦，意思就是除了你用你的头脑以外吼，你莫想讲你要用你的气力，用身体的气力去甲什么物件创造出来吼。这其实有时伫伊即个违反着咱的认知嘛，咱定定认为讲物件是我双手做出来，吼，毋是物件毋是双手做出来，双手是工具尔吼，物件是靠你的头脑去想的时阵甲做出来吼，所以你无你头脑去想，你的手可能无，你手永远就是无可能会做出啥物件吼。好，当然。咱就要先确知并对起悬楼的可能性，哈，什么意思？然后才会当付出应该有的努力。若无，咱根本就创造袂出任何的物件，哈。即句话是讲，当然，咱就要知影啦，吼，要面对要起悬楼，你就要付出相对应的
努力嘛，你才有法度起出悬啊。就是你要起偌悬的楼，你得付出偌济努力啦，吼。所以你要理解这代志吼。今仔日毋是叫你讲你用头脑去想，你着代志做出来，意思就是你规工倒伫面床顶用靠头脑去想，逐项拢会成功吼。毋是吼，你要付出应该有的努力，啊，若无根本就无法度创造出任何的事物吼。这最重要吼。剩4分钟继续看。当今全世界产出的电量，并无比50年前搁较侪吼。毋通袂记啊，这100年前吼，全世界所产出的电量，并无比50年前来底搁较侪吼。你若以即嘛即个世界来看，都应该是较侪啦吼。即嘛因为咱电的用量愈来愈侪嘛吼。但是因为有人找到活用电力的法则，咱才有法度来享受电力所带来好处吼。伊用迄当阵的理解来用即个做譬如上好啦吼，就是讲你若因为有人知影讲电要怎来利用，所以咱才有法度享受电力所带来好处吼。如今所有的人拢充分理解即条法则，整个世界因此来大放光明吼。因为大家人拢理解讲会使用电去甲一个物件变倒去，放出光来嘛吼。所以即个世界才有法度伫暗时啊拢遮尔光明吼。富足的法则也是安尼吼，伊是写讲富足法则亦然吼，即拢是伫文言写法吼。富足的法则嘛是安尼，伊有迄寡体认即条法则，而且唯有那些体认这条法则吼，就是敢若有迄寡体认着即条法则，就是富足的法则，而且会当含即个法则和諧相处的人，才会当享受各种的好处。如今科学精神主宰了各国领域吼，因果关系也不再遭受到忽视了吼，无搁再受到即个忽视应该是讲看轻吼，忽视要安怎讲？忽视。哇，忽视竟然毋是，清无清气。Marino 写忽视忽第8条本条第4条忽视。教育部放目就是忽视哦，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哦，捌听人讲咧，忽视吼。忽视吼 ，OK 好，咱就读忽视。如今科学精神主宰了各个领域，吼，就是迄当阵的如今啦，吼，科学精神已经主宰各个领域，就是伫即个社会每一个领域，吼，科学精神上number one 啦，吼，上排伫上头前，吼，其实即嘛是安尼吼。因果关系也袂阁受到忽视吼，因为科学精神，所以你就袂去忽视因果关系嘛，就是代志结果是安怎，你会去思考讲伊的因是啥物嘛吼。OK， 所以富足的法则就是原来相款是安尼吼，然后敢若拄则讲用电的迄个譬如相款吼。因为你知影要安怎用电，你会当得到用电的好处吼。你知影要安怎运用即个富足的法则，就是咱即本书所要教你，所以你就会当享受到即本书所教的即条法则，所会当带来好处吼。OK， 10点，我才10点啦吼。看无目内吼。
OK， 用爱发电，毋是笑亏吼。看无目内，哦，灭视藐视啦吼。灭视藐视也毋忽视，其实无解是看无啦吼。轻忽吼。OK， 三有写一个静看，咱来查一下。但是我拄则有用即个第五条去查静看，嘛是无看到，无收到即个，无收即个词啦吼。CHENG 第五条。CHENG 第五条吼。这真正我真意外，因为这是一句我自细汉定定听到的，也是讲我到性到即嘛，我嘛是定定听人讲，应该是讲定定阮爸母啦，阮一寡时代讲静看你看啥物吼，就是华语安怎讲？我看要安怎翻译？端看吼，端看就是啦吼，但是华语譬如讲会不会成功就看你。怎么样啊？华语是安尼表达哈这件事情能不能成就看你的你怎么表示了哈。有的就讲话哈，弯弯哈，要甲你讨红包哈这就看你哈，静看你安怎哈，看你安怎做哈，这是静看哈。结果这个词我竟然伫台语大词典查无，所有的词典拢查无哈，静看哈。好啦，你若捌听过这种讲法的，你再加一哈，会晓加一袂？伫个楼骹加一下一吼，我知影讲你拢听过静看哈。OK， 三年芭比咱老朋友，Vincent 欢迎啦Vincent Sure， 搁一个张送张丹，个阿基姓詹吼，詹阿基，詹阿基詹先詹送，欢迎恁啦我一开始有讲啦讲即本书咱排伫第三感第三感，对吼。咱明仔载要看即个教科书论坛这教科书论坛就是按后礼拜固定读的逐工固定读的，读煞了才是量子力学煞，再来读即本《万年金约》即本是我上喜欢的书啦但是用台语读无遮简单啦因为这是华文我都要当面真翻的翻译都要翻到读个直转要安怎用。相对应的台语词要安怎讲好 ，OK， 咱今仔日到这，感谢各位，我要来关房，咱明仔载来读教科书论坛，欢迎各位上款来读啦这是科幻小说，但是真轻松的书啦比读这本较轻巧济我只要读尔所以嘛免去我得想东想西所以欢迎来读这个科幻小说过来当然希望恁诚做。这个老顾客、老客户啦常常来和阮斗阵来读书好，欢迎，我要来开房，感谢各位。